各位，今日咧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同埋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咧就會就。但根據調查所得，國家勞動保護用品質量監察檢驗中心咧係並冇發出過相關嘅嗰啲嘅證書。至於賓州市檢驗檢測中心咧，暫時我哋仍然冇辦法聯絡，而佢留低嘅所有聯絡方法咧都係空號嚟嘅。特區政府已經正式立案，係會繼續調查，同埋咧係嚴肅處理，唔理邊個犯法咧，都一定會追究到底。處喺個彭博嘅巡查之前係有不足啦，咁即係你作為發展局長，基於而家最新嘅情況，我哋睇到真係懷疑有人係喺啲文書上去造假咧，為咗保障公眾安全，同埋免除我哋而家做緊大廈維修嘅業主、住戶大家心裏嘅忐忑咧，政府認為係應該從嚴處理。所以我而家宣布，所有而家進行大維修嘅樓宇，包括所有公營同埋私營樓宇同埋政府大樓，如果佢嘅外牆係有棚網嘅話咧，都需要即時將呢個棚網咧下架。負責巡查有關項目嘅各個部門呢，佢哋會立即聯絡相關嘅承建商，指示佢哋喺未來3個工作天，即係話喺今個星期6或之前完成呢一個棚網下架嘅工作。棚網供應商推介俾受影響嘅地盤去用呢。另外喺裝翻之後裝翻棚網嗰陣，會唔會要求翻去加裝翻個安全嘅措施，例如係醫務感應器咁樣呢？最後都想問一問啦，咁好似咁呢一啲嘅個案棚網下架咗之後呢，屋宇署會爭取喺下星期發出一個新嘅作業守則，係要求所有呢啲棚網嘅物料呢，係送到去工地嘅時候呢，係就地採樣，係經過指定嘅檢測所檢測完確定合格，先至可以上翻架嘅。